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小姐，小姐，醒了，终于醒过来了。太好了，黄伯伯还以为没事了，你没事就好。洛阳真的被董卓一把火给烧了，全死了，只有我们。该死！若不是元芳那臭小子利用我们，喂，别说了。怕什么？尽管说吧。对于那种人，你们以为我还会在意吗？小姐。不过，有一件事，此刻却不得不向他学习。学习他的逃跑伎俩。走吧。黄将军，你们孙家的女子了不起，我喜欢。小姐，怎么？剑伤有发作了吗？是啊，这次受的伤很深。尽情的哭吧，小姐。深入骨髓的伤痛是不会那么快就痊愈的。好热呀！大火还没烧过来，这里就已经和火炉一样了。我准备好欣赏你们的绝招了。好戏来了！我们也准备好了。绝招的名字是只用一次。出招了！怪名字。又一次。快，不过更强，更快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没完呢！一样，听到了吗？还没完呢！只差一点。厉害！吕布看来不是他俩的对手啊。好痛啊，但是痛快。我从未享受过如此这般痛快的感觉，但享受也该有个限度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看，那些西凉将士，眼看吕布处于下风，却没有一个人下来助阵，是不敢出手，还是对吕布有绝对的信心？这招叫只用一次，是因为从来没人可以活下来吗？可惜你是个例外。那就改成只用2次吧。如何？再来一次。单手单脚在战场上本已算是废物，没想到却练成了如此强劲的杀招，令人佩服。你本为丁原义子，却卖富求荣，投奔董卓，对名利的执着也着实令天下无耻之徒佩服。董公子，吕布加入西凉军的目的是什么？公子可曾想过？公子莫受挑拨，我对义父之心可昭日月。吕布，你要小心了。公子，你说什么？我叫你小心呐！太迟了。好，好一招声东击西。雷，这家伙很棘手啊！别担心，战场上没有杀不死的敌人。可怕，我开始担心了。直觉告诉我，如果现在不杀了你们，下一个死的就会是我了。
说的没错。哎呀！又来一次吗？可惜我已经看穿了这招的破绽，就是先攻你这小子，然后再攻你的下盘。啊！糟了！强敌当前也不弃武自救，你太愚蠢了！放屁！挡下了。可惜我站不起来了。别过去！这小子的五脏六腑已经被吕布强大的力量震伤了。只剩下你了，去取件兵器吧。没有这个必要，我赤手空拳照样可以。来来来！笑死人了！就凭你这个残废，你没有兵器，连我都能打赢你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！打得不错啊！谁？哼！啊！将军，刚才为何不下令阻拦？你们没看见他肩上扛着的是什么吗？我已经杀了9个吕布，还有多少？看来这里的西凉人全都聋了。又是一个拿方天画戟的人，莫非？对，碰巧我也叫吕布。捷报！张辽将军于西门外大败袁尚。好一个张辽！反而你们9个却打不过1个。简直有损吕布的名声啊！这些个窝囊废全是假货吧？怪不得城内城外到处都是吕布的踪影。这些假货的作用就是迫使主公来这处死地，所以他们死的还算有价值。你才是真的。这么肯定？相当肯定，因为我从未见过将士们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的主将。懂得观察兵卒的眼神，你很不错。都死到临头了，为何发笑啊？人说吕布有勇无谋，今日一见，令我恍然大悟。悟出什么？悟出水镜先生士气论的精髓。士气论，就是那篇天下第一谬论呐。说说看。贬敌台己，其法有3：其一，敌将出胜者，贬己方武将鲁马；其二，敌将多胜者，贬己方军师择地失当，其后天时预判失误；其三，敌将常胜者，贬其有勇无谋。常胜者被贬为有勇无谋，那不正是敌人对吕将军使用的手段吗？这就是敌人维持士气的法子呀！原来如此。今日得遇西凉军的常胜将军，在下倍感荣幸。过奖了。主将虽勇，赢得战争却还是要靠每一位将士一刀一枪去拼。归根结底，战争就是两军士气间的一场较量，对领军者名声的一场吹嘘。能被称为有勇无谋者，天下不出几人。你是其中之一。自黄巾之乱后，河北袁绍的势力迅速拓展，也是2个被称为有勇无谋者的功劳。你是颜良还是文丑？在下袁绍麾下上将军及6军军师文丑。这人便是鼎鼎大名的文丑，被称为有勇无谋却战无不胜的大将。他单枪匹马到此，
莫非有诈？安静，别乱！文丑兄果然厉害，几句话就令我方乱了军心。既然军心已乱，阁下有何对策？别无他法，唯有一战。不错，请备马。几句话已令我骑虎难下，对于将军这样的人，吕某深感敬佩，承军美意。好敌难求，请。这就是武将的豪迈啊！为将者当如是啊！董某受教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武将之勇啊！眼前这2位将军，智勇双全，残兵真的不如他们？我们败了吗？还是我们的勇者还没有出现？大火快呀！钟兄，王城里真的有密道可出城吗？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现在唯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那位小兄弟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血还没止住，可是饼真的能止血吗？没错，拿来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血不可白流啊！流多少，我便吃多少。方向变了，大火马上就会烧过来。就算火不烧来，我们若杀不出去，一样会被这烟呛死。知己知彼，生来不死；知天知地，生来不穷。孙子啊，我竟忘了你的兵法，真静啊，静得有点过分。前面地势凶险，我若是董卓，必会在此设伏。知道又能如何？此时此刻，我等已无路可退了。少问众将士，你们怕死吗？不怕。我问完了，现在就把答案告诉敌人吧。王俊、马洪、郑杰，在。刚才的问题，你们3人还未曾回答我。即使主公被吓得屁滚尿流，末将还是故我；即使主公向董贼投降，末将还是坚持己忠；即使主公下令退兵，末将还是会坚守到最后。诸君的回答，少铭记于心。对，就算是要死，也不可失了袁家的颜面。上面是董卓。卓。好，就在前方相见吧。上天，你赐予我一个华丽的牧场，让我死得漂亮。护主而死，天下传颂，袁家千秋，颜面有光啊！大人，怎么办？前面是董相国特别为袁绍设下的死地，
不可以被这些贱民扰乱。传令下去，无论不对，格杀勿论。别步了，退下，退下！快看啊，烟吹过来了！既然进去都是死，大伙儿不如拼了！对，这怎么拼了？退下！别过来！弓箭手！快退！傻瓜，别站起来！战争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天下太平，为的是国泰民安，为的是兴仁义、复孝慈。何以眼前竟是人与人相杀不休？如果这就是苍天安排的命运，那么苍天已死。黄金贼张角说的没错，为了达成匡扶汉室的梦想而踏上杀戮之路，我和董卓又有什么分别？大哥，我矛盾了。所谓的苍天，乃是民愿，万民的意愿即苍天。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天不在乎生死兴亡，生命凋零，只在乎是与非。你意向不决，只因你怕祸及无辜，坏了大哥的名声。但是，一个视自己颜面重于是非的人，根本成不了大事。董卓视颜面如粪土，成一代霸主。只是这人不顾民怨，不分是非，无异于逆天而行，必将走上灭亡之路。大哥，我好像明白了。很好，二弟，现在情况如何？我们只有数十士兵，加上这群民众，要是杀上去，必死伤惨重。别做无谓的牺牲，我可以帮你们上去。你是董卓军，我们为什么要信你？因为你们没有选择。再加上这些人救过我。好，我信你。大哥，我一进城门便会发难，你们就趁势冲进来。大哥，这人可信吗？你大哥我从没看错过人呐。小兄弟，小心乱箭，别过去啊！大人，这人很面熟啊。是赵校尉，他还活着，快让他进来。这人是西凉军，王我们刚才救过他。西凉狗，不能好死！我走鬼也不放过你！不重颜面，是非分明，有趣的小子。大哥，你不怕被骗吗？忘了敌人给三弟的评语吗？100万军中，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。你看，他准备发出警告了。姓赵的，报上名来！来！后面是焚城大火呀，所以他是叫赵火吗？我看他是在指上面的天吧。那么
是赵天，还是叫赵云？理想无恙，铁壁画江山，千里归路寸之长。礼服气无恙，幸福守空房，十年家书寄托行。离弃自无恙，仗剑凭栏望，一行归雁走还乡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不度玉门长风万里关山路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一夜护家美玉。这人容颜苦，生离是苦，蒹葭黄土，思别是苦，大气悲苦，无情是苦，也不得不无情是